先兄苏琴大安一遍。咱来吟全首哦。 圣诗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咱请肃去。咱同款来吟全首哦。 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要受四方声的发表。今仔人所欠，伊要收束，互你甲我无欠一件。第二节，上主的水泉洗清济。 我
174首，今日是主设立最上，咱共款来吟全首。静心准备礼拜。亲爱兄弟，大家平安。伫主各活的日，咱三角组织，咱就用欢喜的心来迎接，咱来敬拜。
既然你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既然恁甲圣神有团结，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恁就有相款的心智、相款的疼心、和谐的感情、一致的生活，通互我充满欢喜。反正着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咱同齐来吟圣诗274首。今日是主设立做圣，今日是主设立做圣，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同心按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每一日的赏赐甲保守，互阮有平安甲欢喜、健康生活的日。今仔日是你所设立公教会中职就任以及各机构团契会长的就任，求主你伫因中间显明你的疼，赏赐因气力来甲你同工，互教会的事工会当通过每一日同工的合力，会当日日进展。你的话正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通过你的话，会当得到新的气力。主耶稣基督，你本有上帝的形象，总是你甘愿谦卑，用人的形体，甲阮斗阵，住伫阮的中间，显明你伫阮的生命中，要甲阮做伙，要甲阮行过艰苦的日。求主你赏赐阮有能力，有迄个意志，愿意对你来行，谦卑阮家己。
我嘛求主你，互阮有迄个气力，会当互这个世界真做美好。就是我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伫对一个所在，拢会当真做这个社会的帮助者。恳求你，互阮有这个气力，互阮的国土愈来愈美好，互阮伫地若伫天。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同齐来启应，咱今日用启应文第61篇这个所在，咱用启应来学习咱的上帝。恁这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子民白白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地基顶。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咱来恭受上帝的话。今仔日咱要读两位的圣经节，第一位是新约约翰福音12章26节。约翰福音12章26节安尼讲：人若要服侍我，就跟我；我伫倒位，服侍我的人嘛会伫遐。人若服侍我，我的爸会甲伊尊重。第二位是腓立比书第2章第1节到第8节。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对伊的疼有得到安慰，既然恁甲圣神有团契，既然恁有经验上帝的慈悲怜悯，恁就有相款的心智、相款的疼心、和谐的感情、一致的想法，通互我充满欢喜。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反倒着有谦逊的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嘛着顾别人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智，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伊反倒摒空家己，取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同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顶。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祝福咱众人。接着，咱要请圣歌队来学乐。伊今日要吟的诗是“求主祝福咱的教会”，请圣歌队。我
求主赐福咱的教会。今日黄牧师要甲咱讲的题目是服侍者的风范。服侍者的风范，咱请黄牧师。姊妹平安。今日咱要伫礼拜中来举行咱的中日以及这事工团队首长的这就任。这半年来呢，咱的罗牧师加入到咱的牧师的团队，也真积极进入到每一个团体小组来辅导。所以伫年底看这事工的报告的时阵，发现今年咱其实咱的无论团体小组事工各方面拢有真好的成长。上界重要的，伫团队甲小组中间上界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今日咱要就任事工团队的首长，因所领导这个团体的小组。那有一个姊妹呢，伫教会非常热心，每一遍中日选举的时阵，其实伊拢有受到推荐。每一遍伊拢提示，伊讲牧师你爱我做啥物工拢会使，我逐项拢会做，真努力安尼。但是着莫叫我做首长啦、团契中集啦选啥物会长啦安尼。迄个会长一个名挂落去压力有够大个安尼。当代志拢会当做，但是着莫做这首长的名誉。慢慢我当体会。当这个人因伫众人面前要来誓约的时阵，要来回应讲我愿意担任这角色的时阵，表示伊愿意承担一份责任，甚至一份重担。这重担但毋是讲伊做偌济代志，有能力，那是讲这份本身就是一种的真大的一个分担。所以咱今日众人。首长要伫众人面前来设立的时阵，咱来替因来祈祷，因为这就是一种的承担，一种的责任，甚至是一种的重担。所以要用服侍者的风范、的模范来甲咱三甲分享。约翰福音12章有讲到，上帝尊重服侍伊的人，但是有一个条件，住伫倒位，服侍伊的人嘛爱伫倒位。伫我体会内面，大概是安尼：住伫倒位服侍伊的人，伊也伫倒位，表示咱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咱愿意伫每一个时刻甲上帝相同行。伫每一个时刻，咱是上帝的工人。主耶稣基督，甚至伊行入十字架的道路时阵，咱嘛爱倒伫遐，表示咱嘛甲伊相同行十字架的道路。伊所做的代志，所留予咱的模范，咱嘛着学习。主伫倒位，主怎样做工，主怎样来服侍，咱嘛跟对伊，咱嘛学伊的模范来服侍众人。腓立比书第2章讲，伊处奴仆形象，家己卑微、顺坦，搁死伫十字架顶。所以主耶稣基督，伊是用奴仆的一个姿态来服侍咱。马可福音第9章，咱也真识，我来毋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赔命做侪人赎罪价。所以咱主耶稣基督真正是一个奴仆的作为。虽然伊高升伫上帝的正边，遐个尊荣，但是伊愿意真屈家，伊脱衫甲脱鞋，为着这学生来洗骹，这是个奴仆的工作，为着学生来洗骹。所以，对这学生讲，你嘛着要彼此洗骹，意思就是讲，我互恁做一个真好的模样，你嘛要用奴仆的身份彼此来服侍。服侍是甘心屈家，诚做奴仆的阶级，用奴仆的态度来服侍。所以，路加福音22章嘛讲，一个基督徒若是要奉献上帝高升，就要有一个纯正的道的动机，就是做正人的奴仆。所以咱首长表示有一种名分，首长会当互看见。首长咱想甲所有其他咱兄弟姊妹共款，有一个较悬的一个名誉，但是这个名誉是为着
咱会当服侍。腓立比书第2章讲到主耶稣基督，伊屈低家己，看无家己，伊放下万王之王、至尊荣耀地位，伊嘛放好家己的意志，伊讲我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伊放下家己的权利，甚至放下家己的性命，替人受罪，死伫十字架顶。所以有真侪人爱服侍。我有看到真侪伫教会，也是讲伫教界中间有真好即地位的人，有当时伊会将伊名片印讲我是某某教会长老，我是某某教会团长，我是某某，总是将伊的名称放伫迄个名片的中间。当然，这人会当来认捌伊，有一个真好的交陪。但是有时我来感觉讲，敢若真爱需要即种名分来做一个身份的表达，互人得到来尊严。伫教会服侍中间，有真侪人毋是奴仆，那亲像主人，因为因逐项代志伫教会内面表现因真强的自我的主张甲意见，因支配教会内面的人的事务，拢爱遵照伊的意思。伊无法度放下家己的情绪甲伊的身段，伊无法度放下伊家己的得失甲尊严。这是伫咱服侍中间常常会拄着的问题，伫迄个真大争执内面。所以咱要怎样屈低家己，看无家己，受批评袂烦恼，袂生气，受到尊严嘛袂真欢喜。伫上帝内面有一个真平衡的心态。要找别人的掌声、称赞，这是一个看无家己的情形。较早我伫大学的时阵，一个牧师就安尼讲：，当你有感觉的时，表示你还袂死啦。对一个死的人已经死去的人是无啥物感觉。我好这敢若真极端安尼。意思是讲，如果咱若常常伫别人的掌声，就是别人的娱乐内面来得到欢喜，表示但是无偌久了后，可能别人对你有一寡批评，咱就情绪低落。我常常伫别人的对你的反应中间起落落，表示你还很活着的感觉，表示你这个人都真活的感觉。一个已经看无家己的人，袂对着这样起落落，褒之不喜，贬之不忧，差不多是安尼。所以鲁云捌讲。若要服侍别人，咱就要先背起家己的十字架。一个要行死亡的人，背十字架的人，我相信，伊面对的是完全无家己的一个情形。咱需要背家己的十字架来服侍别人，意思就是讲，因来死，咱才会当无约束来体会别人的一个情形。有一句话安尼讲。你若感觉家己非常的重要，所以因为你非常身份真好，所以呢不屑做一寡小的代志，因为你太有身份的，所以咱一定是真渺小，袂当担任责任。因为一个担任责任有关的职务的人，而耶稣基督伊是完全谦卑家己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互咱的模样是谦卑。腓立比书第2章讲到。咱就要有耶稣基督的意念，什么意念呢？谦卑的意念。所以谦卑的人袂为着家己的荣耀高举家己，因为伊知影高举是对上帝来。咱领受服侍这份是上帝互咱谦卑顺服的报酬。谦卑，所以上帝甲咱高升；谦卑服侍，所以上帝互咱更较悬的职务来做更较侪谦卑的服侍、奴仆服侍。所以。上帝互咱的一个原则，乃是讲到要将卑微的人、谦卑的人升悬，要互自高的人降低。美国独立战争的时阵、内战的时阵，有一个军事士官指挥这士兵伫遐咧修整一个建筑。哇！伊是一个士官，就安尼对这下面这兵划来划去，这个搬迄个后来要搬一个足大的一个木材，安尼，
真叮当，吼安尼，吼，你画来个努力，搁出来咧，吼，安尼画。然后有一个人行过了后，他问讲，啊，大家拢光甲安尼，啊，踮咧画，啊，徛骹潲，你敢毋爱去斗光一下安尼？我是士官呢。那所以呢，这位我是一个士官呢，啊，这个过路的人吼，就甲这个士官吼举手讲，哦，我毋知你是士官，歹势歹势。啊，然后甲这个士兵吼，入去到因中间，甲伊斗光，啊，嘿，安尼吼。光了后，伊就对士官讲，啊。后摆你若有共款即种的较粗重的石头吼，啊若欠力工欠骹潲时阵，请你去甲总司令讲一下吼，叫伊来斗光。因为即个过路人就是华盛顿，就是总司令。总司令观察、谦卑，甲正人共款好势。上帝真在意咱服侍一个品质，但是佫较在意咱性命的品格。这尼托生讲的一句话：上帝在乎我们所是的，在过于我们所做的。什么种的人比你做什么代志更加重要？所以咱上帝看这个表现怎样，但是呢，这是能力的一个表现。但是上帝看你到底是什么种品质，你的品格怎样，内在性命怎样。所以过去我真爱看美国拢有这种出名的电视报道者，有甲我讲的安尼，全世界出名。但是后来拢品格出问题啊！原来伫伊安尼真请呀，伫成功而且工作内面，因的品格出问题所以后来因的代志暴露的时阵，因的所有遮会建立的基督教的事业，一夕之间就完全消失。提摩太后书第1章讲到，你若洁净家己，脱离卑贱的事，追求敬虔，特别诚做贵重的器皿，圣洁无瑕疵，会当配合上帝的要求，要来成就逐项的水。伫这所在，你要成就逐项的工的时阵，你必须要诚做一个真内在有真好品格的人，洁身自爱，脱离卑贱的事。提摩太后书讲到，你着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功夫，尽你的职分。今日咱要领受这个职分同款，尽你的职分。这是伫咱职务上尽咱的责任，然后无互真侪代志，其他的代志来摇动咱服侍的心志。所以温困做工，到底温困到特别到什么种的程度啦吼？有人就讲吼，尽力吼，但是服侍久了，我讲，咱着爱巩固咱家己能力，咱的资源，咱的温书，毋通想过勉强做你袂晓的代志，想过勉强做毋是你温书的代志，这种的做起来会成果较袂好。尽力，但是嘛有一个真平衡的一个生活，互你心生灵，伫咱服侍中间，咱会当真好久长性，做得长。来服侍安尼上帝来帮助咱稳固，嘛是尽力啦吼。付出，听愈深，愿意付出愈多，所以主要所祈祷是这种的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表现。伊讲主要所祈祷是富足，富足到一个程度，伊是伫天里迄个所在非常尊荣、非常荣耀、非常高的地位，万王的王。但是伊为着咱诚做非常丧向到一个程度。伊连所穿的礼衣，嘛去用拆离去，甚至是赤身裸体，然后是死于价顶，死伫死于价顶。所以对极高极悬的富足，诚做极其卑微的丧向。这是付出，互咱这个原来极其丧向的人，因为伊来拄着富足，这是主要所祈祷，互咱一个模范。咱受任命这个职务是耶稣基督呼召咱服侍的所在，所以咱伫某一个机构，某一个事工团队中间做一个首长。这个所在嘛是咱表达中心的所在。现在世界变化真大，咱毋是对着世界潮流，咱是要诚做有见识的人。什么见识？心思变化，明白
什么是上帝好完全伊所欢喜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心思本来变化，追求上帝的旨意。上帝用服侍的态度来判断咱这个人有什种的高度，但毋是讲你即服侍偌济成果，乃是服侍态度是怎样？服侍内在的性命到底是怎样？所以咱谦卑来服侍，因为在即个服侍职务，毋是我争取来，乃是出于主耶稣基督所交付的。每一个人伫教会中间，即个每一遍要委派这责任时，伊拢真大挣扎。来，咱莫做事才做好，莫承担这个积分是真好。但是今仔日因承担，今仔日因付出来一段时间，今仔日因要正人面前，搁伫誓约讲伊愿意。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无简单的一件事。但是，既然咱承担的这份出于上帝，也相信上帝会当帮助咱，手术互咱教业稳定，来完成伊所交付的。这是一个尊严，咱领受这个职分，领受这个职务。这个职务是用卑微、奴仆的模范来完成的。咱三个来祈祷。主，你是极富有、极其尊严、是至高的天，你来到世上，充满罪恶所在，为着阮真做颂扬，要互阮颂扬的人真做富足。我是卑微的人，但是你今仔日嘛提升阮众人，真做你行义，也承担职务来教主你三当工，互阮一个。而主，你的模范，你怎样来服侍，我嘛怎样服侍。你伫倒位，我嘛是甲你相同行，甲你相同工。上帝啊，当因众人伫上帝面前要来担任这个职务的时阵，因会答，心中的惊吓，你拢了解。但是因嘛靠住你的稳定，伫职务中间，透过因服侍，不断扩大因的性命的内在。有旷阔的心，搁较丰盛的生命，所以会当体会，互因会当体会上帝你的稳定，甲伊三个同在。你的调明出伫你，因完成这个调明，溃烂丢弃嘛是出伫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反正人三同拢伫主你的教会中间彼此服侍，是阮的职分。主，我相信，安尼上帝你的教会要伫彼此相听、彼此服侍中间，受起造慢慢扩大。我们献上感恩，为着因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就要使用服侍者的模范来甲咱大家参加勉励，说着咱的吟诗。咱先来做信仰告别。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希腊岛禁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煞只有圣礼典，圣礼典以前咱有先一个洗礼。有流传兄弟甲林宝寿姊妹要来伫遮洗礼。林宝寿姊妹是咱顺义即师的亲家母啦，国语叫亲家母，选择读亲母，就是麦淑玲的婆婆，咱欢迎因今仔日较等的来受洗礼。咱先来起立来吟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
有要一个人就好吼。OK， 好，咱吟诗结束了，咱要请牧师来主礼。这是咱请保守者甲刘全弟兄来到头前的所在，伊伫正来面前要来告别因的信用。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搁受洗礼。但今仔日也要对保守甲刘全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用，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会做得到洗礼清气的记号甲印证。恁保守、流传，恁当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正人面前告别恁的信用，来应答我所有问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卫师，也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你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本分。你着决意要安尼行，啊无？保守恁头前的所在，恁保守，我用水甲你行洗礼，奉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流传，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佮愿恁的神魂甲身躯，伫咱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欠。恁保守、流传，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
我靠教会头就是大灵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各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各方社会官兵接纳恁做陪产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稳定。咱三甲祈祷，主，阮献上感恩，当因伫众人面前来告别因的信仰，成立你的名的时阵，主啊，你伫天灵也要成立你。主，当伊伫众人面前来告别因的信仰，上帝、天使以及众兄弟姊妹拢相当欢喜快乐。阮也捌领受这个恩典，知你是阮的救主，你是阮性命的主。所以，阮伫众人面前好歹来承认，阮相信耶稣基督，军队耶稣基督。所以，上帝啊，当伊安尼来告别。主，你的信就进入到伊的生命中间，知你是因的主，因我靠你，因军队你，因嘛尽力来服侍你。所以，上帝，你有够格的恩典，互因伫一生的路中间享受上帝满满的恩典。也愿因所行的道路中间，一世人军队你，尽力来服侍你。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恩典临到因，亲像捌恩到临到阮众人共款。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这是咱要请长老来到头前的所在，来接纳因，加入咱教会陪产会员，正式加入我们公会教会的家庭。来，向大家。来，有请。包秀贤呢，一直拢参加咱辅导团契的聚会，拢无欠息。逐礼拜聚会拢看到伊。咱刘选弟兄其实已经伫咱教会足久的时间，吼。到今日决定来受洗咧。我们为他的家庭的祷告，父母马上伫咱教会出入啦，吼，有囡仔吼，希望他们也能够来尽快的受洗，吼。好，教会有礼物来送给他们。谢谢。有请。好，请位坐。还有，来。因为真个青拢足好啦吼，所以两个青吼，拢常常伫咱的辅导团体礼拜伫遐组织，安尼真好。这个家庭安尼彼此有真大的和乐吼，所以对了两方面，无论是咱买家还有邻家拢有真好的遮个家庭做伙来组织伫主的内面，拢是非常欢喜的一项代志吼。那继续咱要来举行咱阁有几位是受洗的，不过伫华语的中间吼，有一个家庭来受洗的，这嘛是一个真欢喜的事吼。来，咱要来圣餐，咱来唱献诗。咱直接来圣餐啦吼，这首是确定咱要就入的时阵。所听兄弟姊妹，请您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你呢，是主耶稣基督互人买迄一面有体饼祝谢来对伊讲，
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见了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基督互人买迄一面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做阮摆设表个饼，表明主耶稣基督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你的宝血为着阮流出。当阮领受杯甲饼的时阵，恳求圣神会当启示上帝透过主耶稣基督，死伫十字架会听。将十字架搁一遍，亲像涂伫阮的目前。虽然是旧，也旧是新，因为主耶稣基督那是永活的主，你完成的救恩对古到现今，互你的救恩透过这八甲饼所表明，我会当明白，我会当领受，感动我的心。当我领受时，恳求圣神进入到我的心。透过八甲饼，当什么领受，也在阮伫你内面，彼此成做肢体，伫主的内面合一。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叫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透过食这个饼，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苦，纪念主耶稣基督受钉十字架。何等的恩典！透过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临到伫咱正人身上。当咱领受八甲饼，就明白八甲饼的意义。
主要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甲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是新约，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三甲来领受。做完已经领受这个八角饼，甲面饼，八角饼的意义，完已经领受，你透过八角饼所表明救恩，也领受这个救恩。而这救恩所表明上帝无限的疼，进入阮的心内，互咱人明白，抓你的疼是何等长阔关心，甚至超过阮会当测度。恳求你透过八角饼，也互阮明白，阮当领受，拢是伫主的内面成做一家，彼此成做集体。祝福你的教会，互阮透过八角饼当啉食，搁较深的听甲下韵。恳求你教阮三角同在，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继续咱要来进行咱的首场的一个责任，咱来唱圣诗443首。唱的时阵，咱请首先咱要来进行中集的一个设立，所以请中集先来到头前的所在。那正市长老今日因为临时有家族的一寡代志，必须要去到台北，所以咱伫1月19会补就您。万大的祖先。这是社会奉三位一体上帝名组织，要来设立黄启修做教会长老。伫古约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来管理圣殿甲会堂。伫新约时代，也设立智慧的长老来甲奉事上帝的话的牧师三甲管顾伊的教会。长老的职务是要甲牧师治理教会。访问身躯欠安的、鼓励领心的、教育少年的、引带求道的、造就信徒的信仰。最信徒的模范，阁受交代，通代表同会、副中会、总会、大部教会发展。黄启修，你当要领受长老这份，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点名啊无？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许多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啊无？你有欢喜做公同会的长老，是着忠诚尽职服侍教会，尊奉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协助牧师治理教会来归荣光上帝，你有诚实遵这个意思来行啊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的话，你经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啊无？非常请起立。你已经黄启修来做恁的长老。你有诚实欢喜接纳伊啊无？伊照法度治理教会，你就欢喜承受来顺叹。你要要安尼行啊无？
恁着敬听伊、体贴伊、替伊祈祷，伊为着恁的信仰生活着磨，恁着互爱恁得着救，恁着帮助伊，互伊较会真长老即份，恁约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用，直到妨害大局，恁约要安尼行啊无？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公园同会小会官兵，设立你黄启修做公园同会的长老来协助牧师，煞通知互遮的信徒知，即份是照规矩交代你。当圣神设立你做长老，着照顾上帝教会羊群来监督因，毋通出伫勉强，是着出尊欢喜的意思。做羊群的模样，就大牧者显现的是，要得到袂败坏阳光的冕旒。这是咱请长老来到头前的所在来接纳。会众请坐。咱泡泡啊，来欢迎启修长老。咱阁有正奇长老，正奇长老，咱1月19的时阵，伫咱会员好会来就任。这是咱要来举行祭祀的设立，咱请祭祀来到头前的所在。咱如5位祭祀：阮淑清、邱佩瑜、陈崇柱。真诚、杨祥伟，这是小会奉爸囝姓氏的名组织，要来设立阮淑清、杨祥伟、陈崇柱、真诚、邱佩瑜来做教会职事。起初教会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咱也竞选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互因专心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这是来进行祭祀的誓约。你领受祭祀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明啊无？你愿意做公园教会的祭祀，就爱忠诚尽职，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教会，恁约要安尼行啊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就既若关系教会事务，就我靠因来说法，恁约要安尼行啊无？恁经行好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恁已经非常请起立。你已经竞选阮淑清、杨祥伟、陈崇柱、真诚、邱佩瑜来做恁的祭祀，你有诚实欢喜接纳因啊无？因替恁办理教会事，恁也敬重伊、疼惜因、替因祈祷，恁约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用，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约要安尼行也无？祈祷，主要所祈祷，我已经伫这个所在设立黄启修长老，我已经设立5位祭司来做教会祭司。上帝啊，你稳定甲因三甲同在，既然你选这个手术，互因即个积分来服侍，这是上帝你报赏，因为你报赏遐谦卑、奴仆，亲像奴仆服侍你的人。现在你互因即个职务，互因搁较谦卑，搁较有责任，搁较有积分来服侍众人。
等于讲愿意，因灭伊愿庆的时阵，上帝啊，你接纳，因伫上帝你面前服侍的心。既然拣选因，我来恳求上帝享受互教业稳定、智慧、能力、恩赐，有见识来忠心服侍你，完成上帝你所托付的，也互因伫服侍中间经历上帝你的同在。主啊，因甲你相同行，主你伫倒位，因也伫倒位。甚至伫行十字架道路时阵，伊嘛举起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你。上帝啊，你看到因的心，因捌安尼来服侍你的教会，服侍众人。上帝恳求你，伫这时当伊愿意的时阵，愿知上帝你稳定更较大临到恁的成就。所以也为了教会来祈祷，当阮设立长老，当阮设立执事的时阵，愿意同心合意，彼此相同工，彼此相扶持，彼此相带导，彼此相疼惜，来去做上帝你的教会的时阵，互你教会日日会当大进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光复东会小会官兵，来设立你成做教会之事，要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所做，关心伫职事的职分，尽力伫主的工，为荣光伫伊的名。会上讲阿门。这是咱请长老来到头前的所在，来咱接纳。会上请坐。这徛在咱众人的面前，咱拢非常对因认识，所以也知因过去伫咱教会中间，咱真心的服侍咱众人，非常感谢因过去，上帝透过因来服侍咱。这中间有两位是咱马家的医生，嘛是我的医生啦，嘛是咱真济回位医生，安尼。所以两位医师，可陈崇志医师，常常都对牧师讲，牧师若需要搭讪，讲唔免客气，安尼所以我常常敲电话给伊咱兄弟姊妹有真侪只会白天有中间的需要，带伊中间的需要，拢得到因真大一个帮助，而且因所想到伫医疗关系也是健康方面的，拢优先受到咱教会啦所以感谢上帝互因当地所在来甲咱相同工来帮助咱真诚甲配合，这种是继续来熟练因的技术的工作，所以感谢上帝继续来服侍咱众人请会座。来拍波来欢迎因。这是咱要进行时间团队这个首长，所以请伫咱周围内面有联名的来到头前的所在。今日德语因为伊伫山顶值班无倒落来，嘛是共款伫1月初9，咱的会员好会的时阵要来就任。这所在要来进行因就任的誓约。林新熙长老，你要就任助理2校长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出于上帝的调命啊无？许可先，你要担任敬拜团团长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白信友，你要担任社青团契会长，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
争议，你要担任学生团契会长，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新派长老，你要担任雅各小组的组长，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建敦长老，你要担任信用小组长，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叶林执事，你要担任社区足球班以及运动团契会长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少权，你要担任圣乐队队长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美生长老，你要担任辅导团契会长，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太医技师，你要担任健康力小组长，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江爱玲，你要担任活水小组长，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明太长老，你要担任上帝团契会长，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苏辉，你要担任少年团契会长，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啊无？哦，很可爱的苏辉，看来这样就很喜欢了。从小看到大哈，现在长大的，要成为少年团契的会长，心中就油然产生一种快乐。来继续，你要领受这个节，你就我靠教会头耶稣基督，就当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恁要安尼行啊无？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光复东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各事工团队的首长，要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恁的所做，常常关心伫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伫伊。会长讲，阿妹，主耶稣基督，当因众人徛伫你面前来谢邀的时阵，我这是通欢喜的一个事。我的心充满欢喜，嘛充满感恩，因为我遮尔卑微，你竟然拣选我，会当来服侍你的教会。我会当真做上帝你的同工，来甲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至尊的上帝来服侍你的国度、你的教会。你才是提升我每一个人这个积分，互阮伫这尊荣的事工中间有份甲你相同工。主因承担这个责任，积分嘛是承担这个责任，主啊嘛是承担这个重担。上帝，你著主事交给恩典，互因知这个责任是对你来，因为阮所领受的拢出伫你。既然安尼，上帝啊，你嘛照你的信息，享受交给智慧、听心。啊，互因伫服侍中间靠你心存欢喜，互因教给恩典伫应听，忠心来服侍你的时阵，上帝啊，你互伊经验，你是因的主，嘛是因的帮助，嘛是因的快乐。阮众人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扶持，安尼阮三人起做上帝你的教会。祝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妹。好，请咱拍鼓来欢迎因来服侍咱众人。好，请回座。感谢上帝的带领，嘛感谢上帝保守，互咱今仔日圣礼典以及就音都会当顺利。求主赐福伫每一位同工的身上。这是咱的奉献，请随现的同工。
请起立来吟奉献诗。咱三家来祈祷。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阮知阮毋是夸靠家己的能力，是要来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模样，谦卑、同心合意，彼此来服侍。所想所做，一切是荣耀主你的名。阮献就你所手续的金钱，为你圣工所用，愿你降纳。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我的报告吼。来，今仔日小庆这次的后生甲伊的朋友有来啦，但是先离开吼。咱拍婆啊，欢迎。小庆这次等于咱来讲，阮有拍扑啊吼。啊，我讲后一礼拜过来，互阮补一个安尼。少年人可能头一届来教会啦吼，歹势安尼。这郭燕志吼，伊查甫的查甫敢若是带女朋友，还是恁后生带女朋友？是你的是廷威的女朋友哦，安尼速度较紧诶，看会当带做新妇啊。好，咱今仔日两堂礼拜中拢有洗礼啦吼。啊，咱来介绍一个叫杨腾良，这是华语礼拜，啊，伊有带两个囡仔哦，杨邦虎啊，甲一个杨向广哦，因拢伫华语礼拜来受洗。林英成吼是迄个杨腾良的太太，因林英成讲伫英国留学的时阵吼，有洗礼过啦。哦，咱今仔日伊是信仰个别安尼，吼，咱真欢喜有新的少年的朋友，啊，甲咱今仔日刘全甲林宝秀吼，因来洗礼，上帝伫因的心上做美好的工，啊，求主嘛祝福这个受洗的人。啊，咱今仔日拄只长老甲即次的就任已经完毕吼，啊，除了看起来除了正奇长老，因为伊伫赖群主讲是因家有喜事啊，我咧讲家有喜事，伊查某囝嫁了，啊后应该是毋是后生娶新妇？毋是哦。我一直也想讲是后生娶新妇，哦，不要紧，但是伊是讲家有喜事啊，吼，啊，我们允准伊1月19补就任吼，啊，咱定期会员好会是1月19，吼，咱伫农历年安尼，迄个赶鸭子上架，农历年解决即个定期好会，所以请大家1月19日早起10点，哦，爱来教会来参与着咱的小会。咱今年的小会主要是事工的结算，啊，甲迄个报告安尼吼。今仔日下晡12点半伫7楼召开中七会，请无论是旧任还是今仔日新的就任的，拢爱出席吼，麻烦会当来致意吼。顶礼拜主日小会有决议的事项是第一项是公教会要甲台湾新学院新学系来协办新竹地区包办的新学的课程，啊，这请咱会当随时看咱的公报栏，还是咱的周报，哦，这咱细节咱会阁继续
伫即个周报还是公报栏来公告啊，然后意爱会当来注意来参与报名参加即个新学班吼。啊来，因为个人资料保护法迄个的关系，所以咱会员合会手册迄个奉献的部分会用编号吼来取代迄个名义啦吼，取代名义啊，即个。但是迄个吼，因为还阁有迄个征信的必要吼，征信的必要，所以还是会有公告个人名字甲编号这个对照表吼。请咱家己会当来注意吼。啊来有接纳2025年的施工团队首长的名单吼。啊来有审核定期会员合会陪参会员的名单，这拢伫公报栏顶悬会当看到，望咱大家会当来注意。啊有通过2024年收入支出的决算，啊有2025年的收支的总预算吼。啊来，第六个小点，这个是甲咱每一个兄即同工拢有关系吼。有定伫2月份开始会取消全体服侍同工免费的便当啦吼。啊补助便当以当日出席为限吼，一人1份安尼吼。啊，外宾的讲员、第一次的新朋友、宾客，拢以免费的便当来接待。因为咱的财务长老、郑市长老伊伫甲瑞玲长老遮的决算了后，有咱2024年关于用餐的部分的金额偏悬吼，偏悬，有一点仔担心啦吼，所以财务长老提出期待咱的教会的迄个。奉献的金额、所收到的金额，会当优先使用伫临食以外上帝国的事工安尼吼，这是伊财务长老安尼同咱提醒吼。啊来，基要真理班伫今仔日下晡12点半第一次的聚会吼，迄个主理是敦业新学生安尼吼，第601教室吼。啊来。咱甲马偕病院合办的一个长者健康促进活动，这个礼拜5，1月7日上午9点半到11点，要举行2025年第一次的活动。吼，啊有报名的，请你爱会记得来出席。吼，1月7日拜5，吼拜5。吼，啊大学的学测这个将近啊，吼啊，咱有开放教会教授和。学生来读册啊，望这个会利益伫这个来遮读册的学生吼。下主日的礼拜2堂拢是张志伟牧师要来讲道吼，啊，望这是台神奉献主日吼，望咱对台神神学教育有关心的兄弟会当为着这来奉献。咱顶礼拜奉献的名册，伫这个周报内面第3面啊，如果若有错误，会当来向财务来伫遐来迄个订正吼，啊来，毋知牧师有要补充无？啊，特别伫小会所决议这第6项啦，吼，就是讲咱后摆吼，每一个人拢爱有一个支付50元，吼。那这过去咱甲咱这个政策，敢若有服侍，咱就一个便当互伊，哪有算啥吼安尼？但是因为咱即马服侍足侪人的吼，拢是便当，所以一个便当50块，加付50块吼，对来讲是小可代志啦吼。但是整体教会规年都算起来，哇，迄比率足悬，差不多会当动用的经费中间占1/4，拢用伫食饭。用伫便当吼，所以咱应该有较大只的事工吼，来进行啦吼，所以咱教会拢优待咱家己，每一个人拢有50块的便当吼，所以即个专业的便当都无，嘛是佫优待哦，50块啦吼，安尼，对牧师开始安尼，所以牧师嘛是共款，拢食便当爱50块，小会嘛是爱50块，中级会嘛是爱50块，其他日是咱开中级会。也可会当有免费便当，下一次没有了吼，安尼。周间嘛是共款吼，咱食便当的时候吼，
共款咱的主日老师嘛是拢共款，安尼，所以对咱来讲，咱想我要多50块了安尼，其实个人无啥，但是对整体来讲，哇，迄做负担咱今年的总收入其实有一个突破，超过1000万。这是历年来我们教会最高的收入，但是也是历年来第一次差一点点收支不平衡负数，安尼迄是到尾咱有几位咱的中级有尽大笔额的金钱奉献起来，无会变负数，这中间食饭食足多拢食去这中间所以请咱会当体谅啦咱希望这个。咱的经费咱放伫咱上界重要的事工中间安尼。大概是这部分互咱知影。对于过年过了后，过年过了后，咱这个来实行。你来讲，咱个后礼拜不要紧，后礼拜个免费便当，安尼但是咱伫上帝内面，互咱的奉献会当做伫上帝国度内面上界好的一个来使用。咱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396首。当要散会求主赐福，吟诗煞咱要请牧师祝祷。上帝会行做，超过咱一切所求所想，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耶稣基督，荣光归伫上帝，到万世，代代无衰。阿门。